好多基督徒都追求超自然嘅一啲經驗，例如異象啦，或者異夢啦。但係其實呢啲係咪真係代表神好愛我哋，神好睇重我哋呢？唔係㗎。因為喺民數記12章講到亞倫同米利暗嫉妒摩西，得到神極大嘅尊重，而因此神喺佢哋兩個面前講咗以下嘅話。佢話：先知我係向佢哋發異夢、發異象，但係摩西就唔同啦，佢喺我面前盡忠。所以我要親自向佢說話。而今日嘅基督徒，如果你有神嘅靈同在，神時常親自和你說話，你知嗎？就係當你睇聖經嘅時候，聖經會向你說話，就係神嘅話向你說話。所以睇聖經而有聖靈感動嘅人，遠比見到異象、見到異夢嘅人喺神面前更蒙恩、更蒙尊重、更蒙抬舉。願弟兄姊妹都勤讀聖經，同埋祈求聖靈臨到你身上，向你解說聖經，向你啟示聖經嘅真理。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